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4，箴言5章21節安尼講：因為人所行的路，上主攏看會到。人一切的行罪，伊攏得監察。三個來祈禱，要看阮所行的路，監察阮一切的行罪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阮來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獻上無比的敬拜甲稱頌。你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，你是古早、現在、直到永遠、永活永在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的智慧無窮無盡，你的氣力超越萬有，你的慈愛線到永遠。主啊，你的陽光遍滿佇天地的中間。主啊！求你引帶阮的道路，互阮的腳步無偏離。求你時刻提醒甲管教阮，互阮的心中無生出驕傲自私。求你用真理修正阮，互阮無陷落佇罪惡甲試探的中間。主啊，互阮追求你的心意，因為阮所行的路，你攏看會到。阮一切的行罪，你攏在監察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